年母。伊啊顺昌遐若平安无代志，我死得甘愿，天公伯啊！你啊，阿母咧啦。你啊，你是咧拜啥？哦，我知啦，你一定咧求神明哦，保庇顺昌兄对无？以后有几个家世你家己袂晓去看的。阿母咧啦。我嘛甲小助理要去病院啊。去病院？安那无等我啦哈！老师啊是又该安怎啦？顺昌兄即摆人安怎？医生到底安怎讲？你若问我毋是医生啊！你家己袂晓去问医生是哦？查某人啰里啰嗦，甲金团同款，哼！又搁是金团，佮假讲你无爱伊，根本在拢骗人的嘛！你真是啊！来，我甲你扶着。坐好来。安尼会无？多谢你。我拄仔已经问过医生啊，讲你若精神了，会当啉点仔水。来，你坐。你还搁倒位咧疼？听讲你的后脑肿起来，是毋是？即摆健不要紧。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为什么你会受伤呢？迄一天我去掠走私的时阵，天已经真暗。有人为后壁甲我讲一个婚礼了，我啥物都拢毋知影。对啦，你巴肚会晓无？我这特别为你磨的糖果，来，饮者。哎，顺昌啊，真生气啊！哎呦，歹势呢，顺昌一个精神，你都安尼照顾伊，免客气啦。我是听老师讲，顺昌受伤，我真烦恼，毋知走来病看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啊，就好好啊，乖。顺昌，安尼偌济？伊啊！哎呦，求主啊！迄医生是讲囡仔精神起来就无代志，你是咧烦恼啥物小花儿哦？无啦，医生讲还佫观察2天呢，我是毋是哪有进度啊？有影顺昌啊！迄天的代志你拢还佫会记得咧？妈，你免烦恼啦，已经无代志啊。顺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姐姐，顺昌有要紧？拄啊精神啊，伊讲无要紧，我看大概好好啊。无代志就好。哎，我来叫医生讲顺昌啊精神啦，我来去啦，免啦，你无听打去啦。来，我来叫医生去。我顺昌啊，你敢掠走水时阵，真是有看到阮波动啊哟？我要讲阮的进前，确实有看到报道。你敢袂去看唔到人去？我看甲真清楚，若毋是我去用讲运气，我早就伫现场掠着报道。这个清楚，真是去甲人做种造事的代志。顺昌啊，我虽然毋是你的阿嬷啦，啊，不过我较早安那是求主的大家啦，算起来我是你的四大人共款安尼。你会免卖掠波动啊无？这个哪会用？现场的警察也毋是干那我一个人尔。拜托你啦，你莫掠我波动啊啦，哈，莫掠伊好无？要无我甲阮仔啊，跪喺遮甲你拜托啦，拜托你啊，好无？阿母，你若要安尼，有话慢慢仔讲。哎呦，警察都要来阮家掠人啊，我哪会用去慢慢仔讲？顺昌啊，你莫掠阮波动啊啦，吼！无你莫讲看到我，你食遮老遮济岁啊，久啊无几年啊，你莫掠阮波动啊！歹势，目屎切切，犯完代志哪会使讲人情的？哎呀，老是，一点点的。阿母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若犯完啊，拢会使讲人情哦。安尼顺昌遐做啥物警察啦？本来就是咱保障唔对，规日叫人规规驾驶看会较乖。无法当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波动啊是你亲生囝，你知无啦？顺昌，真歹势。哎，顺昌身体还佫真虚弱，恁两个休困一下无？顺昌，不要紧哦。小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顺昌哦，上听你的话，你就爱来讲，叫伊哦，动当掠阮波动嘛，哈。
也毋过顺昌有顺昌的立场，我嘛毋知要哪开嘴。哎哟，啊，就算遐一个人，伊才袂晓去掠别人哟，那就一定爱掠宝洞啊！吼，阮何家吼，干那靠宝洞啊，这个囝尔，啊，万一若互掠去，啊，何家都断香火啊了。也毋过，这个时阵你还摇着手指，敢是真无讲道理。无讲道理，总嘛比咱何家安断香火较好。你都爱甲顺昌讲啊吼。好啦，我再去试看卖。哎，无咯，你都真是爱来讲，你知无啦？要若无吼，我好家定香火就废去啊！你放吼，宝洞啊一条生路，哈，我再讲，咱得要结亲情啊，啊，宝洞啊就得要娶迄个美玉啊咧。哪有可能？美玉介意是顺昌啊啦。顺昌已经困去啊，我无代志啊，我先来等。多谢你吼，真真歹势。袂啦，我先来走。顺行吼。这草囡仔袂啊，这个啊嫁你顺昌真适配。要若恁美玉啊，就爱嫁互阮宝洞啊。你著甲顺昌讲，叫伊就爱斗相共。要若无吼，阮宝洞本吼，我都带恁美玉啊咧吼。宝洞啊，你做啥？阿妈，我看卖，叫你摕着我看卖，你是无听。你摕这地价要创啥？你招数也无够，啊想要摕恁后摆果子用去卖是无啦？阿妈，我是不定意的啊！这摆你若无甲斗相共，我会足凄惨的。你哪会这糊涂哦？会去做走私的代志啦？我嘛是为着要趁钱，毋知啥物人遐尼苦，竟然去告你。即摆我所有的本钱拢无去啊！是你家己做进来，你要哪样怪别人啦？阿妈，我即摆啥物拢无啊！阿爸是绝对袂甲我斗相共的，我干那会冤枉你尔。啊，输果子园也袂去，迄笔钱一部分会当经人的债务，啊，还有一部分我会当去做生意，带美玉啊！我一定会出头天啦，阿妈。糊涂！这果子园是恁阿爸的名囡仔呢，你安尼甲卖去，敢对得住恁阿爸上？你哦，你使互我真失望哦！阿妈，千万毋通甲阿爸讲啦！我知我毋对，我知我对不起何家，对不起阿妈。但毋过卖果子园，我嘛是为着讲要重新开始，我袂去做歹代志啊！我求你好无，阿妈，我求你啊，阿妈，我求你啊！我前世若是做啥物歹事，着自己人才安尼来伫咧受苦。阿妈，我就说，我袂去跋筊，袂去走私啊！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做人。阿妈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莫阁伤心啦，阿妈。你要跪在遐创啥？你要等你警察来抓哟啦！阿妈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阿妈。可能像这个命囡仔尔，我明明目睭金金安尼看伊安尼无出脱，有出脱我死嘛才会甘愿去啦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。为前程苦情。
好家即块果子园哦，我已经甲买落来，啊，我嘛会用咧卖部分的即个地哦，互恁爸爸。好家一直毋肯卖即个地，你啥哪买会着？我大大规想要做的代志，哪有迄做袂成的道理？即马土地已经解决啦，恁要起新工厂哦，就用咧放炮等开工啊咧。既然好家肯卖即个地，为什么你不爱直接介绍阮爸爸去买？那呢，你毋是加趁一手的？哦，袂啦袂啦，等我甲恁爸爸做生意，也毋是头一摆啊。老朋友，我哪会黑白开介绍？你放心啦。请用这个地。讲实在的啦，要买好家即块地哦，若毋是我大大贵买着，别人实在是无法度通买着啦。那安尼这边，你是毋是要搁抽介绍费？袂啦袂啦，即摆哦，我完全是免费甲恁服务。啊，即摆即块地已经是我的啊，啊我卖恁的地，哪着搁抽什么介绍费啦？啊？我看这件代志，无等阮爸爸拄大家倒转来，咱再搁详细参详一下。安尼嘛好咧。无等恁爸爸若转来了后，我再过来拜访。哦，好，来不啦。好，孙健。来，请。来，免茶。孙健。来，搁啉一嘴。我已经食袂落呀。你的身体遮尔虚弱，无食变哪会用哩？来，咱搁食一嘴落。莫勉强我好无？你是伫想啥物？我咧想，保同一年解约的早书要交结，我一定要将伊掠过来讲。也毋过，你妈妈面对好家的压力，所以毋知要安怎做，对毋对？金大，你上该巧，你互我一个意见好无？以你的立场，我知你袂放过保同啊。也毋过，你又搁顾虑你妈妈的立场，无爱互伊被好家人责备，所以你心内真痛苦。这件代志，确实影使我真为难。顺昌，其实你若认为对的，你就去做。相信阿姆甲我拢会支持你。多谢。这边你受伤，我是会真烦恼。万一你若昏迷不起，迄才是，这是我一生有史以来头一遍去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滋味。我真正唔敢想，假使你若继续要做警察落去，我是毋是每一日拢会为你提心吊胆？金段，顺昌，你若用这种眼神咧看我？我在想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根本就无像以前的你。你以前就讲过，你上介欣赏警察。这阵嘛是同款啊，不过你这次受伤昏迷，我才深深体会到做警察人的家属，警察朋友的心情。讲真实的，我甘愿受伤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小姐，你在遮创啥？李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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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听我讲。无啥物好讲，我无爱听。你甲孙中兄两个袂输那翁仔某，互相关心。啊，我咧，我是要甲算啥？真实的，我知影我不应该破坏恁的感情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毋是挑故意的，以前的代志拢是误会。
兼且是爱阮孙中呀。你坦白甲我讲，你莫闪骗我。是，我是你爱孙昌，我嘛捌试过要离开伊，也毋过你一定毋相信我。以前是我家己心肝内偷偷咧爱慕伊，其实孙昌，伊所爱的人是你。但是你拢无机会互伊解释，你嘛一直拢无爱相信伊。即马讲这，免闹。你啊，假使你即马若搁咧爱孙昌，我愿意退出。搁较大的痛苦，我拢会当接受。只是希望你讲会当带孙昌快乐，绝对爱支持。那呢，我就无啥物遗憾啊。袂赴啊，会叫拢袂赴啊。是啥物袂赴咧？无啥物。不过，我相信你对孙昌的爱。袂比我较少，我真希望你会当深深对待伊，好好照顾伊。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我家己的孙中兄对我爱，我都拢无了解，我要哪有资格去教伊？记得，我愿意成全你。我祝福你。是咱错误，是天缘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我道，这一件你看清楚，安尼后摆咱才无当底靠的。哈哈哈，少年人较阿莎哩的，哦，你以后日子还阁足远的嘛，啊，你会用摕这个钱，好好去交人做生意，后摆就会趁大钱。我祝你甲美瑶啊，会当结成连理，哦。你这几工仔是走去倒位啦？迄真主管有过来过，你知无啦？你安尼闪骗嘛毋是办法。人讲吼，闪得了一时吼，嘛无法度闪一世啦。我即马嘛毋知要安怎，毋过我无爱去用关啦。对啦，阿妈，这吼，这300万是卖果子园的钱啦，你先收起来。嘿，啊！哎呀，遐大片的果子园才卖300万，你敢袂去互骗去哦？袂啦，拢总有600万啦，计数较加淡薄啊。迄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我先还人100万啦，啊，搁有200万吼，我摕去甲朋友要做生意啦。做生意，我毋通搁敢做迄乌老木一个生意了。你放心啦，即摆吼，我是计划甲朋友要对日本进口化妆品啦。我一定会脚踏实地，好好创造事业啦。就准我讲，爱我亲身去送货吼，我嘛甘愿。好，对啦，啊，你这个钱吼，摕来寄阿嬷是对的，阿嬷暂时甲你存起来。啊，这件代志吼，过2工我才甲你阿爸讲。想你阿爸吼，毋知了，解袂咧。这代志吼，拢当问阿嬷啦。我就大啦，总有一天吼，我一定甲咱的果子园搁变倒转来。总算你大汉，啊，这300万哦，寄阿嬷遮，啊，等下吼娶某的时阵吼，才摕出来用吼。什么300万？你来等。我问你，
这几工仔你拢咧闪骗我，你是要闪骗我偌久？无啦，我讲300万是啥呢？啊？我懂啊。是不是你欠人300万？是不是？无啦。无啦，来，坐啦。你是不是去找厂主啊？叫你顺昌斗相共。那万一让顺昌叫掠去哦，我这世人都无想要换，你知无啦？等下，我要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敢做造水的代志？有无？啊？我无啦。无是上介好，较免我伫咧出门，还去找顺昌讲几步句，人无一定会答。